有人出到一條咁正嘅片啊，點都要回禮下嘅。今次就係用 AI 嚟主導噶啦，咁就係呢個 Solar Eater 細雲絲啊，動畫同漫畫嘅專業嘅評析嘅。咁喺呢個充滿咗戰鬥同埋武將嘅少年動漫入邊，細雲絲就好似糖果入邊嘅一把鐮刀，額外令人好吸引。佢融合咗陰沉嘅哥德式嘅氛圍，好古怪嘅幽默，再加埋好甘純淋漓嘅動作嘅場面，喺瞬間就能夠吸引到你嘅眼球，你都不敢會諗究竟係咩嘅嘢令到呢個大久保老師呢部作品喺眾多曇花一現嘅作品當中脫穎而出呢？激歷久不衰呢？本文將會深入去探討呢個 Solar Eater 嘅世界，我哋將會分析佢嘅故事嘅設定、藝術嘅風格同埋佢點樣影響當今嘅動漫嘅文化，你將會明白點解佢能夠喺同類嘅作品當中獨樹一幟，同埋係點解咁多年 fans 亦都會對佢哋津津樂道。視覺嘅設計同埋美學嘅呈現 ，Solar Eater 首先嘅畫風啦，好入到人哋嘅眼球咯，佢並唔係好典型嘅好靚好明亮嘅少年動漫嘅風格，相反佢係帶你進入一個充滿咗陰影線條嗰啲建築栩栩如生嘅一個世界，提姆帕頓式嘅獨立影響同埋呢個視覺語言，試諗下呢一個傑克海靈頓嘅呢個纖細嘅四肢，又抑或係聖誕節夜驚魂當中扭曲嘅造型，呢啲應該係外國嘅一啲好出名嘅電影。而 Solar Eater 借鑑咗呢種嘅風格，營造咗有大眼睛、好瘦削嘅身形同埋好凌亂頭髮嘅角色，從 Solar 嘅皮革去到死母磚嘅走廊條紋，佢都無處不在，構成咗令人好難忘嘅圖案。骷髏骨頭隨處可見，由死神嘅面具去到武器嘅變形，死亡主題亦都呼應緊，但又唔過分。呢啲嘅選擇並唔係隨意之舉，佢建構咗一種怪誕得嚟又好型嘅一個視覺嘅符號。與其將佢呢一拍頓嘅電影做呢個比較，兩者都係用咗黑白對比嚟增加呢一個張力。喺呢個戰鬥當中，呢種風格令每一次嘅揮斬同埋閃避亞修羅閃空都令你更加生動，令你目不轉睛咁樣去盯住個畫面。誇張嘅比例亦都增加咗呢個趣味性。馬卡呢個女主角嚟嘅，佢嘅雙馬尾喺佢喐嗰陣時瘋狂咁樣去擺動。Kido 記得佢完美無瑕嗰個西裝，佢又好對稱，對於好對稱好執着嘅，但顯咗佢對於唔對稱嗰種，我唔得，我一定要對稱啊！正正係呢一種嘅融合，令到呢個 Solar Eater 嘅美學風格同埋千篇一律嘅動畫嘅設計截然唔同，亦都顯得呢個格外嘅清晰脫俗。靈魂共鳴，佢呢招必殺技嚟嘅，Tawashita Kome 嘅能力，佢視覺化同埋喺呢個動態戰鬥當中編排嘅動作嘅分析。靈魂共鳴呢一個招式顯示咗用呢一招嘅時候嗰個視覺效果，兩個靈魂跟住然之後合埋中間，跟住佢武器會共鳴出啲聲音，波長嘅聲音。當工匠用呢個靈魂共鳴嘅時候，你會睇到發光嘅屏障同埋回響嘅波長，兩個靈魂就好似即時睇緊一啲嗰啲聲波嘅碰撞，為其他動畫好單調嘅戰鬥增加咗呢個層次感。呢個同戰鬥本身係完美 match 嘅，戰鬥嘅編排同埋呢啲視覺嘅效果互相去得益。鐮刀嗰個旋轉，佢個招必殺技叫做魔女狩獵，不過俾博士一下擋住咗，曾經同呢個脈衝嘅特效同步，令到戰場畫面好氣勢逼人。喺動畫當中用咗呢一個畫面，令到佢更加流暢。喺漫畫當中，佢嘅粗獷嘅線條就賦予咗一種硬朗嘅質感。fans 就好中意呢一種營造緊張嘅方式。馬卡同埋克羅娜即係佢個對手之間嘅衝突，運用咗呢啲嘅視覺嘅元素去展示咗人物內心嘅掙扎，唔單止淨係拳腳嘅雙向，更加證明咗 Solar Eater 運用中嘅藝術手法深化呢啲動作嘅場面。配音嗰度就唔係專家，所以就 skip 咗佢，但係都會放翻喺文字嗰度。原聲帶 OST 嘅分析，重點分析亮點嘅曲目同埋點樣去強化呢個哥德龐克嘅氛圍。原聲帶佢就完美咗大譯咗 Solar Eater 嘅氛圍，岩崎拓嘅配樂融合咗搖滾吉他同埋好詭異嘅弦樂，完美去夾咗哥德龐克嘅調性。呢個係咪真係咩 Gothic Rock 啊？唔係太識，但係見到啲人可以化到黑白面咁樣啊，係啊，
就好似 Restaurant 咁樣嘅佢個主題曲咁樣，同武器嘅同步，發出好澎湃嘅能量，去營造咗呢一個緊張刺激嘅一個氣氛，亦都唔會喧賓奪主。快速嘅 riff 同埋呢一個鐮刀揮動、靈魂碰撞嘅時候嘅互相嘅輝映，令到呢個動作場面增加咗呢個活力。咁樣嘅音樂選擇，將所有嘅元素都好巧妙咁樣去混合埋一齊，好舒緩嘅鋼琴聲，你睇啦，蘇去同佢嗰個內心癲咗另一個我，叮叮叮叮，佢嘅鋼琴聲喺安靜嘅時刻刻畫咗呢個恐懼嘅主題，喺呢個龐克嘅搖滾入邊嘅爆發就保持咗狂野嘅節奏。呢個就係點解 Solar Eater 嘅音樂令到人哋咁難忘。之後有我自己嘅睇法。咁跟住講，因為佢漫畫同動畫就唔同嘅，係啦，動畫同漫畫就唔同嘅。漫畫真係完整度係高過動畫嘅，但係我漫畫就冇好完整咁樣去睇晒啦。動畫就好多年前睇噶。咁如果想最佳嘅體驗啦，建議你睇動畫之前嘅頭21集啦，感受咗個動畫嘅製作。跟住漫畫開始由22話開始睇啦，就嗰個劇情就自然啦，跟住呈現呢個真正嘅結局。咁樣嘅觀看順序能夠保持住主題嘅完整性啦，睇咗視覺上嘅華麗，再睇合深刻嘅故事嘅結局。咁啊，跳過呢個動畫嘅結局就避免造成呢個混亂啦。動畫就1至21集啦，令你哋知道咗世界觀啦，同埋對於呢個人物嗰個刻畫啦。跟住漫畫22集之後啦，真正嘅劇情同埋最終嘅結局啦。如果有重製啊，其實佢係講啦呢度，佢係炎炎消防隊。炎炎消防隊呢個如果我真係做嘅話，真係會逐集睇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完整嚟講有完到尾嘅一個，仲要加啱啱先完嘅啫。炎炎消防隊像佢嗰個咩森羅唔係森羅萬象，係森羅角色互動同埋主題嘅共鳴。Solar Eater 嘅魅力喺呢個消磨嘅角色，佢哋之間嘅羈絆同埋掙扎，跳咗故事嘅一個好重厚嘅感覺，將歡笑同埋真實交織埋一齊。佢嘅師徒模式，死神同埋死武尊，死武尊即係佢哋嗰班死神學生讀嘅學校嘅設定，看似係怪誕，但係之所以有效呢，老師去對學生好嚴格嘅要求，好似呢個史坦恩博士啦，即係呢個電腦嗰啲令人好毛骨悚然嘅實驗，旨在提升佢哋嘅技能。呢種模式並唔係完美嘅，佢大聲去斥責同惡作劇，成日都喺個課堂上做嘅，但係營造咗好強大嘅一個團隊。死神一直戴住一副好滑稽嘅面具，面具底下隱藏住深藏嘅智慧，佢又同父親一樣關愛晒所有人，但係因為自身嘅失敗而飽受折磨，呢都令到學校顯得真實可貴。而唔單止係一個咁嘅背景，學生更加喺呢啲氛圍底下，呢啲幼苗去茁壯成長，競爭逐漸變為尊重，呢個嚴厲嘅愛入邊成長。對於主要武器工匠之間嘅合作嘅競爭同埋合作嘅分析，馬家同埋 Solar 就好似兄弟姊妹一樣，成日喺度鬥嘴，但喺戰鬥當中就配合得天衣無縫。佢嘅剛勁同埋冷靜形成咗互補。佢好中意攞第一去讀書學霸，大家都係平衡嘅。佢哋笨拙嘅拍檔就呢個靈魂嘅伴侶，正正係呢個故事嘅核心。而另一批嘅主角 Red Star 同埋呢個阿春就帶嚟呢個喜劇嘅元素。Red Star 成日都好我係最強噶，同阿春好世界仔好沉穩嘅力量，就大家碰撞喺呢個黑暗當中閃耀。正正係呢啲嘅競爭建立咗呢個我哋嘅信任。而阿 Kid 同佢嗰兩把槍就係呢個派蒂同埋呢個利節啊，就帶嚟咗混亂啊。阿 Kid 又對於執着對稱，一定要對稱，所有嘢都要對稱，黃金比例，令到佢哋呢兩姊妹成日都笑佢，哈哈。但每次笑佢之後呢，佢哋嘅羈絆都會好緊密，而每一對嘅組合都展示咗喺對立點樣產生力量。深入討論呢個接受自身嘅缺陷呢個主題，同埋以呢個死神阿 Kid 同埋佢對於對稱嘅執着，同埋馬家佢呢個自信能力嘅方掙扎為例，缺陷定義咗呢啲人呢。阿 Kid 對呢個對稱令到佢束手無策，但正正因為咁，佢先可以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拯救生命，就好似一面鏡咁樣。完美其實係陷阱嚟。阿嘉咧就成日都懷疑自己啦，反覆去斟酌自己嘅行動啦。佢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正視恐懼先能夠帶嚟勝利。就好似佢喺月球篇當中突破自己咁樣。見到有一 part 我自己記得嘅就係佢見到博士嗰個靈魂大到癲，因為佢勁啊，佢睇到人哋嗰個靈魂，佢見到個靈魂哇勁到癲喎，你身經百戰驚。跟住 Solar 但係因為淨係 Solar 見唔到，佢先可以鼓勵佢話唔使驚，有同你一齊，我攬住你嘅話，大家咩都唔驚，我哋係伴侶，我唔會拋棄你。呢個嘅主題將所有人都聯繫埋一齊，就算係反派嘅角色亦都深受其害，令到故事更加觸動人心。你會為佢哋加油啊！佢哋就好似真實咁人咁樣，有住各式各樣嘅缺點。
當代動漫嘅傳承同埋市場嘅影響，呢度份寫翻喺嗰個擺翻喺嗰個文字欄啦，咁講啦。佢的確係影響咗之後嘅作品嘅《炎炎消防隊》。咁啊結論啊，風格同埋內涵上邊都持久共鳴嘅。Solar-Eater 啦，佢將狂野嘅畫風同埋紮實嘅故事完美咁融合，令到喺少年漫畫當中實屬罕見。佢哥德式嘅風格同埋深刻嘅主題都引人注目嘅。羅茲利亞都好似係哥德式，哥德式究竟有咩吸引？動畫版好前期嘅精彩啦，雖然後邊係有啲略色，建議就搭配埋漫畫一齊睇咯，兩者嘅結合得到完整嘅震撼嘅體驗啊！咁另外我自己部分啊，我好中意佢嗰兩首嘅片頭曲啦 ，Resonance RESONANCE 解呢個共振啊，呢個震係啊，作詞就係呢個井上秋水啦，作曲編曲就係呢個淺倉大介啊，即係呢個歌就係 TM Revolution 啊，細川同埋淺倉大介嘅歌正，仲係咪早過淨係差唔多時期同 Gundam Seed。另外就係呢個 Paper Moon 嘅呢個 Tommy Heffernan， 作詞就係呢個 Tommy Heffernan， 作曲編曲就係呢個 Chief From Brown， 歌就係呢個 Tommy Heffernan 佢哋整噶啦，講明咗 Solar 同馬家點樣心心相印 ，No matter what I will find you forever。你睇下 Solar 入咗內心世界，馬家都入埋去救佢。我係自由意志之子，一個中意動漫嘅人，下次見，拜拜。